咁插埋咧就係兩大引擎啦，即係嗰個隱性變現啊。點解叫隱性咧？因為佢未出現啊嘛，咁咪隱性咯。咁第一咧就係左邊呢嚿嗰個終極嘅超級 hardware 怪獸嗰個結合，我唔理你鏡頭又好，晶片又好，或者佢背後面嗰個 NPU 又好，GPU 又好，CPU 又好啦，即係總之你叫 PU 都係嗰塊晶片啊，點樣叫佢功能唔同嘅啫，嗰塊晶片。咁 RAM 同埋電，我覺得就最簡單嘅呢嚿嘢。咁右手邊呢度咧，佢只會係成熟嘅啫，因為25億部嘛，全部都要收佢過路費啊嘛，你賣嘢同埋買嘢都要經過啊嘛。咁呢嚿就最成熟噶啦。咁所以呢個最勁嘅隱性變現個潛藏就喺呢度啦。咁右手邊呢嚿會變大，只要左手邊呢個怪獸一出現，解決埋成個 AI 倒退咗3年，或者係3年冇進步，突然之間有個躍升嘅進步，跑贏全世界。因為佢出得嚟嗰嚿嘢咧，既然佢都輸緊3年啦，咁佢而家唔會無啦啦衝出嚟做夠都係輸市場嘅嘢噶嘛。佢拱得出嚟嗰一下，起碼佢一定會俾到個感覺，市場就係嗰嚿嘢贏晒佢先會推出嚟嘅。咁所以佢只要嗰嚿嘢推出嚟，咁你就要着燈啦。咁你就留意個機會啦。咁當然啦，有機會就係基本上你都低米咗，然後嗰嚿嘢出嚟嘅時候，跟住個價就炒到黐咗線啦。